各位，我哋唔可以自己投資，因為我哋係白痴嚟㗎嘛。我哋係要買基金，而當你去買基金嘅時候，人哋都會提醒你，你真係一個白痴。我而家當俾200萬你，2%即係4萬啊！我喺依區度買齊啲20幾隻股票啊，每次收我手續費啊，得2蚊美金啫嘛，咁即係40零蚊。係我算你1對8啦，都係320蚊港紙啫喎。係，你買我自己出貨入貨100次都係32000蚊嚇。嗱，你嗰4萬蚊啊，仲要倒找我8000蚊。我覺得咁啊唔係咁講喎，嗱，炒基金依家嘢咧呢個時候就唔係好啱啊。點解咁講啊？穩陣啲好啊！而家個股市波幅咁大嚇，升又跌又升，哇！你升跌啦，哇！十足沙堤以南嗰啲巨龍，一冚過嚟，哇！褲浪都濕埋啊！所以我連基金我都唔夠膽買，我要去幫襯嗰啲叫做乜嘢私人投資顧問。你問銀行借5000萬，我冇嘢可以再借啦。你都唔咪有間廠有笪地嘅，不如試下打俾地下錢莊。我最中意呢一句，先生，基金嘅價格係可升可跌嘅。唔係啩？我想買啲嘢係唔升唔跌嘅喎。5個財長召開嘅緊急會議，並未有任何。你真係一個白痴，我自己知嘅。金融世界係咁噶啦，行得埋嚟玩就要遇到服輸。跑取紅蝶，輸打贏要，美其名係為咗香港，其實係貪心。利好消息傳出，財經專家陸永超認為希臘問題只係冰山一角，5個財長難以喺短